继续落南来看高雄。高雄站轨道是变强顺雨，这小港机场的天棚又搁开始漏水。一直到今日早起，国际航厦2楼的电梯边啊，还搁1楼计程车的停候区天棚落也咧滴水。机场迄边是讲，因为汹汹落雨，这厝顶的排水孔塌掉咧，才安尼。13号上午，前往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厦2楼电梯边啊，提醒民众要洗离涂骹的骨，天棚即时一直咧滴水。还有在滴耶？对啊，还有在滴。国际航厦1楼的客运车等待区嘛有同款状况，天棚嘛是一直咧滴水。前一天更加离谱，当时户外咧落大雨，国际航厦4道轨的报道位出现了水条。公共建设它时间到，它本来就会有年限的问题，所以如果说他们可以维修的话，当然是最好，因为毕竟是国门。像国外机场都是透过疫情期间有大幅翻修，台湾就比较没有。5月底机场嘛有漏水过，当时伫大雨了后，出境大厅、登机门拢落水，佮放满纸箱来接水。高雄国际机场回应12号出现水条，是因为汹汹落雨，加上厝顶排水孔塌掉的，才造成。紧急处理已经解决，嘛已经编列预算要来改善漏水。年底进前办理招标，115年会当完工。高雄大寮区中山高中接受学生放学的时阵非常的狼狽，几名学生举一支雨伞，嘛有人一个人举，游玩是当狗狗。大雨当中，学生即刻伫咧操场等候车。没有淋到雨啊？我昨天忘记带雨伞。有淋到雨，有淋到雨。这个雨下得非常之大，而且是非常临时。学生都有带雨伞，但是雨伞来讲的话，其实坦白讲是没办法遮那些雨。校方解释，学生本来伫咧校前广场等车，但是内底的校车有100多台，平均一台爱40名学生上车，加上人数济，汹汹当着大雨，才有一部分的学生排去操场等待。后续嘛看情况调整，以学生安全为第一考量。记者王丽婷、邓显坤、明昭、全国报道。